踏入大齋期嘅第9日，讓我哋慢慢預備一下我哋自己，讓聖靈嘅光照我哋嘅內心，隨住聖靈嘅感動帶動我哋去禱告。約翰福音裏面嘅描述，耶穌係真光，光照進黑暗裏，信他名嘅係要迎向那光。願神嘅光今日光照我哋嘅內心，去經歷耶穌基督赦罪嘅恩典，嘗試去為到我哋嘅心禱告，求天父去潔淨我哋嘅心靈，讓我哋嘅心靈成為一個好土，可以栽種天父爸爸嘅說話。一個安靜嘅環境坐低，靜靜地預備一下我哋自己啊啦。請聽我讀出今日靈修嘅經文，記載喺約翰福音4章30至到42節。他們就出城，來到耶穌那裏。就在這個時候，門徒求耶穌說：拉比，請吃吧。耶穌對他們說：我有食物吃，是你們不知道的。門徒就彼此說：難道有人拿什麼給他吃了嗎？耶穌對他們說：我的食物就是要遵行差我來那位的旨意，完成他的工作。你們不是說，到收割的時候還有4個月嗎？我告訴你們，舉目向田觀看，莊稼熟了，可以收割了。收割的人已經得工錢，為永生儲存5穀，使撒種的和收割的一同快樂。那人撒種，這人收割，這話可見是真的。我差你們去，收你們所沒有辛勞的，別人辛勞，你們享受他們辛勞的成果。那城裏有好些撒瑪利亞人信了耶穌，因為那婦人作見證說，他把我素來所做的一切事都說了出來。於是撒瑪利亞人來見耶穌，求他在他們那裏住下，他就在那裏住了2天。因為耶穌的話，信的人就更多了。他們對那婦人說：現在我們信，不再是因為你的話，而是我們親自聽見了，知道這人真是世界的救主。讓我哋慢慢細心去睇一睇呢一段嘅經文。
經文緊接上文，上文提到耶穌去到撒瑪利亞嘅敘加城，喺雅各井嘅地方遇見一個婦人，一個撒瑪利亞嘅婦人。耶穌將呢一個女人過去嘅一切事講咗出嚟，令到呢一個女人好驚訝。耶穌向呢一個女人啟示敬拜嘅焦點，唔係喺邊一個地方，而係以心靈按照真理嚟到敬拜父。神正係尋找真實敬拜嘅人。耶穌罕有咁直接啟示自己就係基督。耶穌竟然對一個生命坎坷嘅女人，人人可能都鄙視嘅人，啟示佢自己就係基督。呢個女人聽到之後，連水罐都掉低咗，衝入城裏面，對住眾人講：你哋嚟睇下，有一個人將我素來所做嘅一切事都講咗出嚟，唔通呢個就係基督？就係咁樣，呢一個城嘅人因着呢個女人嘅邀請，佢哋都走咗出城嚟到耶穌呢一度。經文喺呢一度就記載住，喺呢一個時間，門徒嚟到同耶穌講：求耶穌，拉比，請吃吧。好特別嘅係用咗一個求字噃。門徒係求耶穌食嘢，唔通耶穌太瘦，成日都唔食嘢？耶穌喺呢一度回答佢哋：我有食物啦，係你哋唔知道嘅食物。門徒彼此就話啦：唔通有人攞咗食物俾佢？耶穌就話俾佢哋聽：我嘅食物就係遵行差我嚟嘅嗰一位嘅旨意，完成佢託付俾我嘅工作。好明顯，呢一度所講嘅係將人帶到神嘅面前，讓人認出佢就係彌賽亞嘅呢一個事情。人能夠因着信得生命呢一件事情，就係耶穌所講嘅要完成嘅工作。耶穌嘅食物係作成神吩咐佢嘅工。今日嘅你同我所重視嘅食物，係肚腹嘅食物啊，還是靈性嘅食物呢？係我嘅心意啊，定係父嘅旨意呢？耶穌話：完成神嘅旨意就係我嘅食物啦。耶穌對住佢嘅門徒講：收割嘅時候唔係仲有4個月咩？但我話俾你哋聽，你哋望下，舉目觀看，莊稼已經熟，係時候收割啦。佢係指着福音嘅工作嚟到講。當見到咁多嘅人將要接受耶穌嘅時候，
耶穌形容係莊稼熟咗，係時候收割啦。呢度描述收割嘅人已經得工錢，為永生儲存五穀。耶穌所望見嘅工錢係永生嘅，係永恆嘅嗰個嘅收穫，使撒種同埋收割嘅一同快樂。耶穌嘅快樂係因着人轉向上帝，認識耶穌就係基督。撒種嘅人同埋收割嘅人都一齊歡呼。耶穌話：那人撒種，這人收割。這話可見係真嘅。佢話：我差你哋去收你哋所冇辛勞嘅，係別人辛勞嘅，但係你哋去享受佢哋辛勞嘅成果。傳福音，帶人去接受耶穌成為救主啦，係一個享受嘅過程，係一個享受別人嘅辛勞所得嘅成果嘅過程，好似一個冷手執個熱煎堆嘅過程。你有冇掌握過啊？喺我過去牧養嘅過程當中，我係見過無數嘅人呢，見到熟晒嘅生命都唔識得收割，唔夠膽邀請佢信耶穌噶噃。你有冇咁樣？耶穌話：我差你哋去，係要享受別人辛勞嘅成果。呢度描述到嗰個城嘅人，有好多人信咗耶穌，係因為呢一個撒瑪利亞婦人嘅見證。佢哋因為咁而留住耶穌喺嗰度住多咗2日。因為耶穌嘅說話，信嘅人就更加多。跟住呢一班人就對呢一個婦人講：而家我哋信唔係因為你嘅說話，係因為我哋親自去聽見啦，知道呢個真係救世主。人係需要聽到生命嘅見證，但與此同時，人必須嚟到耶穌嘅面前聽耶穌嘅說話，聽到認到佢係救主，呢一個收割嘅功夫就完成啦。今日呢一段嘅經文對你講咗啲乜嘢呢？讓我哋一同禱告啊！耶穌話：有時我哋去傳福音咧，好似擔泥咁，好驚，好擔心自己唔識講嘢，唔識講福音。但我哋永遠都唔能夠覺察得到，我哋只係去享受別人辛勞嘅成果，去儲存嗰個永恆嘅嗰個工錢，永生嘅五穀。耶穌，我哋要儲存係永恆嘅嗰個工錢，而唔係現世嘅工錢。我哋要嘅食物唔單單係肉體嘅食物，更加要我哋靈性嘅食物去遵行父喺我哋生命當中嘅旨意，
完成神託付俾我哋嘅工作。耶穌，求你亦都帶動我哋去將人帶到你嘅面前，唔係淨係講我哋自己嘅嘢，係讓嗰啲人都能夠聽到你對佢哋嘅說話，認出你係救主。求耶穌你賜下智慧俾我哋，幫助我哋見證你，榮耀你。垂聽我哋喺你面前嘅禱告，奉耶穌基督嘅名，阿門。